这个手机程式内容很丰富啊，好像四库全书啊，有这个经史子集的、医学的啦，兵法书啊，历史、地理、文化、文学、医学、科技的嘞，按朗读啊。2021年12月24日。文白对照手机程式 App 简介。附加发现，国语工作室制作的很多中华文化古籍手机程式 App 底线111538。11点15分38秒录网页链接。你看，手机程式可以全选那个信件内容，然后可以朗读全选文字，然后选朗读这个也要有安装那个 T2S 还是大声朗读手机程式，然后才会帮你朗读。